这位朋友他单身24年啊，交不到女朋友要怎么办？或许你可以试着交男朋友。那我们目前第一个问题已经高达895票，是问说，请问政委是不是能够在台上喵喵叫？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试试看啊。天下渐渐光，咱就大声来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啊！有67票的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选罢法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念出来。那但是我的回答就是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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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有110位朋友想要问说，这位朋友他单身24年啊，交不到女朋友要怎么办？或许你可以试着交男朋友。有一位朋友这个问说，请教政委，目前台湾媒体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缺乏国际观报道国内议题，社会可以大报道；第二个，缺乏客观公正，随便都可以从报道内容看出该台的政治立场、客观性施政。三，喜欢挖掘隐私，从最近黄世明的报道就会看出他还是第三个专门挖掘公众人物隐私的狗仔群，这种内容并不能对于社会带来建立性的程度。应该要如何解决媒体乱象？我想我们的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McLuhan 说的很好，不要恨媒体，自己当媒体。我们会鼓励朋友们自己去担任这个有社会意识的 YouTuber。好比像说这个，我最近大家可能知道，对于几位 YouTuber 所组成的，事实上是政治党叫做欢乐无法党。那当然我是公职嘛，没有办法加入党，所以我是不是他们党员，我也不是任何党的党员。但是呢，在他们成立的时候，我有去送他们一盆猫薄荷。当然，一方面这是象征着我不会介入香菜啊，没有香菜这种争议。但是第二部分也是期许他们说，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可以像猫薄荷一样，去稍微刺激大家，对于大家就是有非常多的愤怒啊，或者非常多的愤慨啊等等的这些社会议题，让大家先稍微幽默，稍微笑一下，但是之后大家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平静静息的状况去进行讨论。那当然呢，这些欢乐无法党的党员，好比像说视网膜非常擅长利用字幕来达到幽默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志奇或者是伯恩等人。那我觉得他们都是运用新兴的方式去创造出幽默，但是不失公共价值这样新的媒体，所以也很鼓励大家投入这样子的工作。当然不一定要加入欢乐无法党。那当然，第二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靠社会的一致。如果有某一个媒体做了违反社会通念的事情，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太超过了，连 YouTuber 一般都不会这样子做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就抵制他，抵制他之后，当然他们就会道歉，而且也会更改他们未来的做法。那有110位朋友问说，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在控制我的脑波啊？我目前并没有在控制你的脑波，因为我如果有控制你的脑波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抛出这个问题。